在地滴雞精的新品牌開幕，業者為了吸睛聚氣充滿財運，特別邀請網紅郭鬼鬼來擔任主持，炒熱氣氛。現場除了在地鄉親的觀禮，包括立委陳亭妃，多位議員不分黨派都親自現身，加上好友也動員跑車力挺，場面盛大。台南東業開發建設董事長葉國書表示，有鑑於現代養生保健風潮，也轉投資滴雞精飲品。經過一段時間試營運，17號為安南區的實體門市正式剪彩，希望在地出發，持續拓展至市區百貨等全國通路。3、2、1，起剪彩，掌聲！我們的上游就是說我們的代工廠，它也很有經驗，還有我們的國宴主廚，還有我們的那個生蠔瑪卡那個是目前台灣沒有的，生蠔精那是全部原物料都日本進口的。業者除了以滴雞精成為大家補充精力的日常食補，也和國宴主廚張彥成合作，獨家推出生蠔精營養品。所有的產品都不計成本，相當霸氣，就是希望品質優先，將健康的好東西跟大家分享，也以職人精神來搶攻市場。他覺得說，我要做我就要做最好。對，那生蠔精就是我們也是用日本的生食級的反力菲，然後跟頂級的生蠔，然後下去做一個提煉再提煉的萃取，然後去讓這個產品就是說，既然它真的蠻重本的，對，真的那個原物料都是從日本空運回台的。每天行程滿檔的立委陳亭妃感謝業者看重在地對養生保健的需求，並進一步深耕服務，所以也特別到場，並推薦喝滴雞精就是元氣滿滿的關鍵。雞精其實對於我們這一點點的一個補充，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精神100倍了。所以我們也一直很推動說，用這樣的一個補充，讓大家平常在忙的時候可以補充這些營養成分，而且讓你活力滿滿、精神滿滿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網購普及的年代，開設實體店面對新品牌而言，不只是銷售點，更是服務中心。所以日後也會不定期推出國宴主廚的料理品嘗，或是新品見面會，強調體驗經濟有助於建立更深度的信任感。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。